8號飛區收慢啊！咁啊，再見到外邊冚嘅嘛，有粵進歡欣啦，出邊美麗同享啦，外邊有兩隻有目共賞，大我都係球星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馬位啊，中間有知足常樂，粵進歡欣上緊嚟，埋邊位置大至尊，外邊追有安裕，最出嗰邊仲有美麗同享同埋有目共賞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佔先啊！粵進歡欣率先上嚟過佢，緊隨其後，外邊安裕亦都殺埋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嘅馬係安裕啊！結果贏出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啊！終點前將粵進歡欣趕過咗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都非常接近㗎，埋邊和平波唔多，中間智取神區同埋外邊陽光勇士都一齊追咗上嚟。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嘅得主係安裕嘅機會高啊！係啊，吉埋出嚟安裕7.9倍贏啊，不過後尾落飛嘅。咁啊，粵進歡欣第2，智取神區第3，陽光勇士跑第4，8號飛區咧收慢咗，人馬無礙，不過冇完成到賽事嘅。睇腳一早。係咯，好早已經。